伫咧嘉義市細漢路4段一條巷仔內底呢，有一個住戶是安尼長期來檢舉厝邊是烏白亂停，抑閣有噪音等等。今年1月到今已經報案127解啊。這厝邊是認為講伊這是不當檢舉，而且閣烏白報案，所以決定透過公開抑閣有法律的諮詢，希望會當改善問題。巷仔內底住戶說明向烏白檢舉的代誌。嘉義市細漢路4段一條巷仔的20多位住戶召開記者會，控訴巷仔內有一個厝邊，卡袂着就敲電話報警。為1月開始到今，巷仔內所有厝邊已經予伊檢舉過，攏總127解。比如說開電源的開關聲太大聲，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家走路的聲音太大聲，或者是凌晨的時候他會說我們家有人在上下跳動，用力跳動。對，或者是說我們家洗衣機太大聲，就是只要是聲音類的東西，他幾乎都報過。早上的時候固定都會帶狗去上廁所，然後有一天不小心遇到他，然後他看到我以後就去派出所告我跟蹤。我那時候一個金，拄啊點落，環保局就來啊，7:15便啊點落來，啊來無法度啊開專叫副駕安尼，你我會食啦啦袂。厝邊真是營收一個證據。因為這款烏白報警的狀況影響到大家的生活，浪費公共資源。不過，互指控的人煞表示，伊檢舉的代誌攏是考慮到安全，而且嘛提出監視器，講這個厝邊烏白耍伊的機車，連看車的部攏互人理破。有時陣佫用手電仔來照伊的目睭，因為這個厝邊是故意針對伊。他去動我們家的車子，他就是要搗亂的，每天來搗亂的。本來都是好好的。是被他們一直搬了20幾天，所以變成這樣子的撕爛的。他們用6台監視器在對付我們家，說而且是嗆哦，說我就是要針對你。警方指出，這位住戶的報案大部分是停車、厝邊糾紛、還有噪音等等的事件，攏有按規定派警員來處理。提供資訊的律師就講，報案的電話關係到警力的資源分配，但是因為烏白報警來影響到別人，可能要負擔民事責任。呼籲厝邊之間愛理性處理，避免公共資源的浪費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